画面中穿着乌衫、骑脚直直的港生，你敢相信？伊曾经因为跋倒弄着头，昏迷130天才醒起来。伫打醒的时阵，不但机体无法度动，甚至连坐直拢有困难。经过急病院治疗甲复健，现在已经会当使用辅具行路。意外跋倒经过130天的昏迷，我规身躯拢袂叮当，后来会当坐起来，伫到病房一直到普通病房，到我转去厝的出院拢得到，特别是迄个复健师这先生对我的照顾对我的疼痛所以我对规身躯拢袂当叮当。伫去年的圣诞节当天，我通坐起来，一直到即马我对坐起来10分钟，到即马会当坐4点钟。甲人讲话，甲人开讲，真侪人关心我，我真感谢。为了互翁婿有更较好的复原，江太太会向病医申请居家护龄，由专业物理治疗师到厝指导，互患者伫厝内就会当运用家常事务来复健。像一开始我们在坐姿牧师刚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就是训练他躯干稳定，然后在坐姿下可以维持平衡这样子，所以会让他身体可以做到往前伸，他可以不会往前趴出去，然后甚至他有这样动作可以控制到让他保持直立回来这样子。其实像我们水就是很容易取得一个轻微可以负重，那大概是像这600公克的一个重量这样子，可以取得一个负重的工具。那像针对牧师江先生的个案来说的话，他就是可以在维持坐姿的时候，让他手同时可以游离开，不用手去支撑着，那同时可以维持躯干稳定的状况下，可以去训练上肢的一个肌力这样。那因为个案返家的话，他行动上比较不方便，会长期比较独立，要转位坐起来的时候比较困难。那他同时有申请，透过我们的转衔，有申请的居家复健的一个服务，那也是像我们称为居家赋能的一个服务这样子。那之后我们就透过我们的治疗师，刚好委托我们奇美的治疗师衔接这个赋能的一个服务，到家中去做一个赋能的协助，去做一些转位指导以及肌力的训练这样子。那教导说在家中透过一些简易的一些活动以及运动的设计，那提升江先生的一个身体功能。奇美病院复健部提醒，护龄患者透过早期护龄戒律，针对适应的所在做练习，借由学习适当的技巧后，以达到上好的功能状态，执行日常生活，会当提升生活品质，以及降低照顾者负担。衔接复健不间断，居家赋能相陪伴。赞！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